記得關注香港周融 Robert Chow 嘅今日頭條，支持我哋香港嘅原創視頻啦！歡迎大家又嚟到華山論世，咁又同阿劉瀾昌兄咧，今日同大家傾。咁我哋傾啲乜嘢話題？今日咧就講呢個日本污水。嗱，唔係話即係佢放唔放呢啲核電嘅污水啊？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咧，即係喺對呢個世界大勢咧，有啲咩影響咧？你唔係你泵咗落水咁就算啊嘛，你一泵30年啊，好啦。咁如果喺咁嘅環境之下咧，即係對呢個亞洲嘅大勢會點？對日本嘅國運會點咧？就即係我哋近睇、遠睇，咁啊請阿瀾昌兄咧就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。即係嗱呢件嘢咧，其實真係我覺得咧就係傷天害理嘅。我話傷天害理嘅嚇，即係話你日本人傷人害己啊！係啊，你唔係你話呢個稀釋喎。咁你稀釋咁你攞啲大海嘅水咁多，你不斷泵到你嗰啲你嗰啲核廢嚟入去啊嘛，你不斷係你個海水係一個定量嚟噶嘛，係一個衡量嚟噶嘛，咁你係不斷咁去稀釋你嗰啲嘢，稀釋完又稀釋，咁但係你始終大海咧就係多咗你排放嗰啲核廢物嘛嚇，咁呢個係真係對呢個。我哋嘅人類，我哋嘅地球生物圈個影響，你真係有好多嘢係諗唔到㗎。因為首先嗰啲海底嘅藻類，海底嘅藻類又俾魚食，細魚食又大魚食，大魚食又去人食。咁最後咧核廢料、核原料咧、核元素咧，佢即係大家知道啊，所謂嘅核污染咧、核放射性嘅感染咧係分兩種，好似我哋照 X 光照完一次冇啊。但係你食咗啲元素食咗落肚咧，你就永遠喺度發生作用嘅喎，一直到你死為止喎。所以呢個真係好大嘅件事。喂，但係我即係有樣嘢我唔明啊，即係嗱呢啲咁嘅道理咧，即係大家都知啊。你估岸田唔知道呢個道理？係，即係點解佢駁咧？係，即係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駁。因為你一做就做30年，咁係我又打算你話，我呢個最平嘅方法係嚇，因為平啊，因為講真句3000萬美元啦，咁咪好濕碎。如果你話我要即係揾個地方，咁然後就起多好多棟嘢，然後裝住啲水嘅，因為水嘅體積係好大嘅，咁我再落去咧，我可能要使幾億或者幾十億。所以咧我就情願放咗佢啦。咁可能呢個係經濟上日本人即係覺得佢應該咁做。但係我就要問一句説話啦，即係喂，你係咪攞日本個即係整個國運嚟俾即係嚟搏呢一鋪咧？嗱，我想講一樣嘢，而家未發生，可能係8月，可能係9月，就開始泵。咁最近咧，淨係睇翻香港啫，日本餐室。尤其是做壽司嗰啲，你問下佢生意少咗幾多？最少唔見咗30%。當然仲有好多人就話：未啊，而家未放啊嘛，我食埋呢次先啦。咁我覺得咧就得啊，即係就上網睇一睇。咁啊睇下日本機啊，8月起開始啦。咁啊除咗譬如一日有即係10班8班咁嘅機啦。除咗1兩班咧，其他咧冚唪唥都係好吉嘅。而家唔係叫個吉啦，而叫空啦，即係嚇。咁滿嗰啲機係咩咧？其實都係即係啲經濟客位。咁嗰啲係咩咧？好可能係即係俾呢啲旅行社包咗。咁旅行社幾時知道啲人去唔去咧？就可能去到剩翻個零禮拜、2個禮拜到咧，冇人上機咧，咁又就係取消啊。咁你可以睇到咧，即係以往如果大家睇緊去日本咧，即係暑假8月咧，應該係爆到七彩嘅。但係而家咧，基本上咧，即係你每一日咧，你要揾機位去日本咧，去東京好，去呢個大阪好咧，其實你都唔係好難揾到機位。咁你都會睇到一樣嘢，香港係咁，韓國係咪咁啊？
大陸係咪咁啊？仲有台灣，台灣係咪咁啊？你諗諗就知道啦。你搏唔搏先啊？8月佢一放水，咁你仲衝埋去食日本嘢唔係啊嘛？再去埋日本添，你去有冇搞錯啊？咁如果你咁樣睇一睇嘅時候咧，即係你對日本嗰個國運啊，如果日本少咗，即係呢個旅遊人士嘅話咧，對佢個經濟影響咧，就唔係話真係即係我使即係3、5、7億、10億、8億或者23、30億，即係去儲住呢啲咁嘅核污水咧，係咁簡單嘅。即係實際上，日本嘅漁民同埋日本嘅好多民眾都反對㗎。日本嘅反對黨亦係好強烈反對。即係話實際上佢仲有好多方法嘛。即係好似先頭嚟講話，整好多罐。咁外國有好多科學家講，你喺罐裏邊你可以讓佢蒸發，然後將嗰啲固體嘅沉澱物沉澱咗去，然後再將佢你煲水都得嘅啫，煲下啲水咪蒸發咯，水蒸氣咪蒸咗上去咯。你係用好多電。你咪用好多電咯，係咪？即係你問題，你乜嘢始終都有方法。你放落海咧就最不是方法的一方法。嗱好啦，嗱呢個又有趣喎。日本做呢樣嘢，第一個應承係邊個咧？第一個覺得係冇事嘅邊個？美國。咁美國係點解會應承佢咧？因為嗱啲水一放咗落海咧，去呢個太平洋咧。就好快咧，就即係跟啲水流咧，就首先咧就先到咗呢個美國西岸，咁然後兜個圈咧，啲水流咧就帶翻嚟。第一邊咧，北邊嗰邊咧就經過加拿大啊、阿拉斯加嗰啲就翻嚟亞洲。另外下邊嗰條水咧就跟住即係墨西哥，跟住就翻過嚟就係翻呢個菲律賓啊，即係台灣啊嗰度咁樣，即係咁樣兜翻轉頭。咁跟住咧，梗係仲有啲就落咗去南美洲啊，嗰啲都會有啲嘅啦。咁大家睇咗咁嘅情形之後，點解美國又係仔咧？即係科學家講嘅，你又真係信？美國人都唔信啦。個問題就係美國係要拉攏日本去做一啲嘢，譬如喺呢個即係北約啊，係咪加入北約啊？或者又做美日聯盟咧？就要去對付即係中國喺台灣即係方面啊，軍事上嘅加強啊，係咪咁要放日本一馬咧？因為呢個好明顯啦，因為實際上咧，而家美國好狡猾㗎。我好認真研究拜登對呢件事嘅。其實佢冇明確支持日本去放，佢話呢件事咧交俾國際原子能組織去處理啦。咩啊？佢冇明確，因為佢知道咧，將來呢啲放射性元素咧，去到呢個日本去到美國西岸之後，對美國嗰個海岸有污染之後咧，佢都好大鑊㗎，周生人。係啊，好啦，你呢樣嘢咧就係。57日啦，係57日，係啲水就已經打過 round 㗎啦，翻晒嚟㗎。OK， 57日，咁啊，你大家諗一諗，咁啊，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，咁你話啦，你美國人喺海邊釣咗2條魚拎去檢驗。超標180倍啊！你唔好話180倍，超標3倍啊！因為而家已經發現你都死啦！真係你如果咁樣嘅時候咧，你話俾我聽，你話啦，拜登冇阻止日本，仲係即係贊同佢所做嘅嘢，你咪又真係冧黨咁啊！第二個，如果即係又係Donald Trump 上場嘅話，係咪即刻要即係阻止你啊？即係另外咧，即係話而家咧聽講咧就好多美國啲生意人啊，好有頭腦啲生意人已經開始籌組好啲公司啦。咁啊，到時咧就係監測呢啲海外嘅情況。如果一有呢一片海外受到污染咧，就即刻就發起對日本殺傷 class action 啊！哇！呢下犀利啊！一個人受咧就話有幾多人有呢啲問題，咁啊又唔能簽名，簽名之後咧，第日咧打官司打完之後咧，就個有錢翻。哇！咁呢啲啊，即係呢啲咧就係即係打呢啲官司咧，就你唔使俾錢噶嘛。美國啲 class action 就係咧律師包咗嚟做噶嘛。律師包咗嚟做咧，完咗之後咧就大家分水噶嘛，55或者64咁或者46都唔出奇噶嘛。
咁你諗啊，哇！美國摩拳擦掌啊，啲律師係嘛？點可能冇事啊？即係實際上咧就係對周邊個國家嗱，對我哋中國一定係好大影響啦。影響啦尤其係韓國。係韓國咧，大家知道佢食泡菜啊嘛，係泡菜係要用鹽嚟醃啊嘛，鹽咧係喺海水裏邊提取出嚟啊嘛，係喎係最容易受污染噶啦。咁你可以改用咩西藏嗰啲咩岩鹽啊，不係啊貴好多喎。係啊，所以咧就係而家咧，第一韓國嘅老百姓咧係反對最犀利，咁將來佢其實都驚，喂，將來你韓國嘅泡菜，你嘅出口根本你咪上出口。即係你嘅泡菜係用鹽醃嘅，人哋標分出你係用岩鹽嚟醃咧，定係用海水嚟醃咧？你話係用岩鹽醃就呃你嘅啫，岩鹽咪可以貴噶嘛。係啊，即係你而家買鹽都知啦，你睇下啲即係冚唪唥海鹽係最平嗰啲嚟嘅，係。台灣方面，台灣其實幫我哋香港一樣食日本嘢咧，都係好多嘅嚇。咁但係台灣人亦係好錫身噶嘛，都知道噶嘛，驚噶嘛呢樣嘢，所以實際上呢一樣嘢咧對民進黨政府咧都好大影響。不過我哋又想講翻下香港先啦，即係我唔知大家點啊。最近你仲有冇去日本餐廳啊？係咪少咗啲啊？咁我小弟啊翻咗香港之後，本來一個禮拜都食得一餐日本嘢嘅，呢排都完全冇去過。咁你諗下，淨係香港啊，香港嘅所有開咗咁多日本餐廳，尤其是有好多咧，尤其是係呢1-2年間咧，係真係好勇嗰啲咧，開咗出嚟咧就專係做 omakase 嘅，即係即係廚師選擇就煮俾你食嘅，咁一定冚唪唥係即係魚生為主㗎啦。咁呢啲大家都係講咩咧？我係即日或者即日喺日本豐洲咧。空運漁產咧，即係嚟香港嘅，所以我收你1500、1600、2000、3000蚊一個人就食呢啲嘢。咁你又再諗諗啦。咁啊最緊要咧就話呢啲咧一定有隻大日本蠔俾你食，越貴越大隻。蠔最大鑊㗎，因為佢喺海度咧就係專吸埋晒所有嘅，即係有乜嘢吸乜嘢啦。佢做養料㗎嘛。有核原料喺度咪食晒啦，咁然後班住俾翻你，咁你食唔食嗰隻大蠔啊？係嘛？即係所以咧，你睇到咧，即係香港嗰啲即係日本餐廳咧，尤其是專係做魚生啲咧，呢排啲生意都跌咗，有啲話跌成2-3成嘅。即係香港個物流咧，日本食品嘅物流咧，就主要係靠一班即係入口商，即係日日喺呢個豐洲咧。就買貨就上機就運嚟香港。好啦，而家你話封咗日本，而家講咗啦，講明啊封咗日本。咁啊封日本係封咩咧？係咪豐洲都封晒咧？因為你係豐洲可能係由日本唔同地方嘅魚都去豐洲買噶嘛。咁我哋話唔係，嗰度唔去得啦。咁你去邊度咧？啱啱日本即係香港啊，淨係10個縣啊，縣都啊都係封咗嘅。咁你話喂，我去北海道運嚟，北海道嗰啲即係魚產市場有幾大啫？食唔食得起你啫？即係你個即係一牽一發動全身，基本上咧你咁樣做嘅時候咧，就即係香港做日本餐飲嗰啲咧，同埋後邊嗰啲即係食物供應嗰啲咧，都散咗70%即係唔係小事㗎。即係成個供應鏈。都斷係啊，供應鏈都斷嘅，真係唔係講笑。咁你話啦，你日本咁樣搏法，即係你即係大家計條數先。如果我咁樣搏法，我得到嘅係乜嘢嘢？我損失係幾大咧？但係你唔明白點解岸田咧唔識計呢條數嘅啫？嗰個民調已經去到即係。支持率先去到30%幾啦，已經跌到好犀利啊！即係不知呢個反對嘅咧就46，係咯，係啊，即係仲係支持岸田嘅咧就34%嚇，但係反對佢咧就去到48%。咁你諗下啦，即係咁樣嘅時候，你一定冧檔啦。但係你仲要一意孤行會唔會臨尾縮翻條講咧，我就真係唔知嘅呢樣。即係可能我覺得就係
岸田咧真係唔好彩，因為呢單嘢咧，福島嘅核災咧係好多年前嘅事情，輪到佢最後佢嚟接手要處理呢個核污水。咁唔係啊，咁你如果你話我因為咁樣，我要保護你漁民嚇，保護我周邊嘅國家嘅安全，我要起即係10個、20個、30個啊，即係嘅污水處理器嚟處理呢啲污水，蒸發佢哋。我係用好多電，但係我哋已經認為要咁做嘅，係為咗人民嘅。咁你可以做，你一樣係攞分㗎。所以咧就係我諗起你一開頭講嘅話，國運嘅問題。係啊，國運嘅問題，即係你個核呢個福島核災災禍嘅時候，當初咧其實好多人就建議佢咧，你要用一個石棺冚咗嗰個嗰個而家繼續燃燒嘅堆，冚咗你都要清理嗰啲污水㗎。唔係冚咗咧，佢就唔會繼續燃燒嘛。佢而家問題係繼續燃燒，佢就一直喺度要泵水啊，喺度咩嘛？即係好似呢個以前烏克蘭，即係前蘇聯啦，切爾諾貝爾，佢一爆咗之後咧，就俄羅斯就傾全國之類冚咗佢一個大石棺冚咗佢。但係咧佢哋咧東京日本人咧，佢就諗住，哎呀，我呢個福島核電站，我仲有幾個機組仲喺度發電㗎，我要繼續要用啊，要使佢生存啊。所以佢開頭個決策就失誤，結果咧。未來仲有30年，呢個堆芯仲喺度繼續燃燒，咁你點辦啊？所以其實咧，呢個岸田咧到而家咧真係佢真係要決策，但係呢個真係呢個勢啊真係啊！不過咧，即係岸田如果真係孭咗個大鑊咧，咁老實講，日本亦都孭咗個大鑊咧，咁我哋唔恭喜佢咁但係咧。我哋亦都唔會為佢即係流什麼眼淚但係只係會為我哋自己咧，即係嘅健康咧，即係大家咧就要小心即係唔係話叫大家唔好去食日本嘢，不過即係老實講，即係口舌之慾同埋健康咧兩個咧，大家都要比對一下啦，好嘛？今日我哋講到呢個位置，OK，拜拜。喜歡我哋視頻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評論，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最大嘅動力。